衛福部有公布社會福利服務採購溝通協商指引，也毋過社福團體所指嘅講，這協商呢最後要是着由政府來決定，安尼等於是白了工的。衛福部是回應講，這制定指引主要就是為着要來落實溝通協商的精神。若陣這協商無結果，安尼就要求主辦的機關來說明理由。社福制度要健全，落實對等協商權。社福團體業牌啊，化口號，即個政府委託社福團體辦理福利服務，煞無保障因的協商權。衛福部7月初公布社會福利服務採購溝通協商指引，規定協商的結果由政府評估處理。社福團體認為協商變做形式，要求撤回指引，重新建立政府甲社福團體平等的協商機制。大家協商。若準講有結論，主管機關嘛會當毋免採納。主管機關若協商無結論，主管機關嘛會當毋免繼續甲大家佫繼續甲再次的協商。所以這內底的一寡指引的一寡規定差不多攏是偏向即個政府機關迄邊。社福團體指出，新指引就化社會福利基本法第14條保障的對等協商。前監察委員表示，協商是法律規定的定事，若變做形式，人民就無法度真正參與公共政策。若學者是認為，第一線社福服務大部分攏是民間團體在做，應該制定實施辦法，避免政府各一方面決定服務內容甲契約。社會福利基本法的這個協商的規定是法律的規定，不是參考用的是必須要履行的程序。如果人民沒有辦法真的參與，那政府就失去了治理的正當性。尤其是你99%的第一線的服務都是由民間團體來做的時候，那這件事情就變得非常的重要。那所以我們覺得去訂定一個實施辦法，其實是比較這個根本的解決辦法。針對社福團體的要求，衛福部是回應講，制定指引是為着落實社會福利基本法第14條的溝通協商精神，嘛表示若協商的時無結論，會要求主辦機關就要說明理由。記者吳金陽之講台北報道。